上帝啊，你怜悯活伫黑暗、战争罪恶中的百姓，所以多谢肉体到阮的中间，强的主、和平的灵君、慈爱的主，真正来到阮的身边，住伫阮的中间，充满稳定甲真理。阮欢喜伊的荣耀，这荣耀就是爸都是囝所应留得到的。咱做伙来起立用信诗152首，我来调起你，救赎我的主。真济，咱做伙来用天书山顶头的祈祷文来做伙来同心来祈祷。咱做伙来用这段经文这段袂来真做咱的祈祷，咱做伙来。上帝啊，你通过你的圣囝耶稣基督来教示阮谦卑顺服的底线，也呼召阮来注目看耶稣基督
所受的痛苦，求你手术阮有好所有使，也请你甲耶稣基督同受苦楚圣洁。当阮来到你的面前，仰望你伟大的救恩甲疼痛，为着耶稣的牺牲救赎，阮献上感恩，奉同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咱做伙来看启示文34篇，启示文34篇，以赛亚书53章。咱所看见的，只最有志之神啊！因为伊伫伊的面前生长，亲像剪剪的样。伊无好心中，无为伊。伊受看紧，互人放杀。伊受看轻，亲像互人按面目看一样。伊实在是担当咱的忧闷，为咱的痛苦。若是伊为着咱的过失受伤，伊担当刑罚，咱得到平安。咱拢总亲像羊迷路，伊受压迫，拄着艰苦，也阁无开喙。阁亲像羊伫折磨的人的面前无出声。伊对压迫甲审判受苦出去。伊虽然无行强暴，喙也无行诡诈。伊放下性命到死，伊也列伫罪犯的中间。
之前阿爸地，主阮感谢你，伫阮今暗最后晚餐纪念圣餐礼拜中，为着你差派你的独生圣囝最后所祈祷，流出宝血，洗净阮的罪，像十字架顶为着救赎阮来牺牲，阮要献上阮的感谢。总是主，阮真软弱，阮要为着阮常常为着家己的无闲、无认真来传扬你的福音，开喙无常常讲造就的话，心中常常有比较的意念，无存怜悯的心，也无常常为着教会来祈祷。这一切，阮一一伫你的面前，阮要来认罪悔改。主啊，求你赦免阮，求你收拾阮溃烂，互阮日日进步，荣光主你的名。主啊，阮也要为着教会甲社会来认罪悔改。过去阮三年教会伫宣教这方面有真大的亏欠，阮台湾社会信耶稣的人也一直无真多，这拢是阮伫宣教传福音顶面无认真的缘故。求主赦免阮的软弱。特别上帝，阮知你是听祈祷的上帝。当阮一直将阮的软弱、阮的犯罪、阮的无合你的意思，伫你的面前诚心祈祷求原谅的时阵，主阮知你要赦免阮，即只阮也求主耶稣，互阮开力，互阮伫即个所在会当搁一摆，阮抬头向你的面，得到你的开力。特别上帝，阮搁一摆献上阮认罪悔改，阮安尼祈祷是互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。伊本有上帝的形状，无掠甲上帝平等，做所着接受的，反倒摒空家己处罗卜的形状，成做人的形象。已经有亲像人的款式，就屈价家己，顺服到伫死，甚至死伫十字架顶。咱即时为着台湾的福音化，咱三甲拍头来祈祷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伫150
年久前对英国查遣你的中心道部，巴克利宣教师将福音传到南台湾。后来有查遣加拿大马街宣教师将福音传到台湾的北部。互阮的先祖也是阮本人有机会领受主耶稣救赎的恩典，救赎阮脱离迄个黑暗的权势，甲阮牵刷到你的爱主的国度，互阮成做上帝国的子民。主啊，阮回想福音进入台湾100多年久，阮台湾确实也有90%以上的人也毋捌你。主啊，求你来赦免阮自私贫惰。冷淡无地意主福音的时间，主啊，求你兴起台湾的正教会，圣神充满阮，互阮有一粒火热的心，对城市到庄脚，对山顶到海边。主啊，兴起阮众教会兄弟姊妹，拢会当为着台湾这岛屿的亲人迫切来祈祷。阮相信上帝将台湾。阮每一个人看作宝贝，求主你赦免阮毋知所做的，阮的乡亲侪侪人，也搁活伫拜偶像传统的文化中，受到黑暗权势捆绑。奉耶稣的性命要砍断这黑暗权势辖制，互伊的灵的内面会当自由来寻求你，求主圣神的光净。或者个世界的神，害甲心灵目睭青年的，拍开因属灵的目睛，会当看见，会当明白，毋是信啥物宗教拢共款。互因知，除了耶稣以外，无阁有拯救。因为伫天的人间，无阁赐下别个名，会当靠着伊得救。求主你的真理来显明，伊就是道路、真理、活命。若无照着你，无人会当到白遐去。主啊，你愿你兴起四周围的人事物，互因会当感受着主上帝，你就是疼。你疼台湾每一个人，甚至将你的独生圣囝赐予台湾每一个人，叫台湾每一个相信你的人，无抵甲灭亡，反倒转要得到永远的活命。这是你的应允，你着要亲手来做成。主啊，请你使用阮遮卑微小可的人，互阮会当伫人的需要的时，诚做别人的帮衬甲祝福。互阮徛起伫台湾即个社会，会当做光做盐来延光主你的名。互阮诚做有影响的人，会当带领阮所关心的人，一个一个诚做上帝国的子民。互台湾诚做福音化的所在，互台湾诚做主上帝你掌权的国家。阮安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半过节前，耶稣在伊离开即世间几日白的时到，已经疼伫世间属伊的人，到尾也疼因，才会混沌的时。魔鬼已经将卖耶稣的意思下伫家着人西门的囝犹大的心。耶稣知，爸已经将万物交伫伊的手，佮知伊对上帝出，也要归伫上帝，就离开倒，脱衫，摕巾家己下，倒水伫盘内，洗学生的骹。将所下的筋，甲因切。Amen.
阮阿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伫2000几年前，将你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，为了拯救世间人，出死入生，通过救主耶稣基督的告我，想使见若信靠伊的，会通得到顶头生告我的活命。所以说，伫受悲迄一年设立圣餐，互阮通过食即个饼。啉即个杯来经验甲主同死、同受苦、同告我的过程，愿阮正受造的囝儿通过共一个圣神的感动，有合一的神同心来起造教会。主啊，你伫150年前差派宣教士来到台湾，互台湾有机会来认捌即个救恩。阮为着安尼来感谢你。阮大已经受警调来军队主耶稣，阮就要伫凡事行达，合伫主你的调用，凡事谦顺、温柔，伫仁爱、高宽容，用和平三结连，来持守圣神所赏赐的合一，有顶头生的活命，佮活出圣神的轨迹。就是仁爱、欢喜、和平、吞忍、慈悲、善良、忠信、温柔、甲尽责。伫去年3月18日，台湾的青年，包括教会侪青年，发起甲响应太阳花学运，才有今仔日的郭文德当选市长，甲侪民主的精英受选做市长，大大来影响台湾未来的前途。阮伫即个历史演变的过程中，参与即个中间，阮相信这一切拢是有上帝的念力。阮求上帝你引带台湾众百姓，会通伫经济、政治、民主、自由各方面，拢得到讨棒。早日来成做一个新佮独立的国家，有尊严伫国际社会中来参与各种的国际活动。伫去年5月20日，台北捷运随机杀人事件所反映的即个世代，才反社会苦闷的少年人，已经失去良知的判断力，无罪恶感，对社会声音甲谴责。完全无感觉，所反映的是台湾的教育的问题、家庭亲情甲亲人互动的问题。百姓失去意向，就放纵家己。所以，阮恳求主你的圣神临在伫阮的中间，互阮的少年人看见异象，互阮的老大人做遗忘，就警醒家己，明白主的心意。就愿意献家己的身躯做祭，互上帝来欢喜，佮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，互阮通明白什么是上帝善良、通欢喜、宣传的旨意。如果阮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永壮通到80岁，总是其中所出口的，不过是劳苦忧愁。一万年久，一切就归伫空空。所以，阮恳求主你教示阮怎样来孝顺家己的日子，互阮得到智慧的心。愿你用阮正罗卜所显明的作为，愿你的阳光对阮甲阮的子孙来显明。愿你坚固阮的手所做的工，阮的手所做的工，愿你坚固伊。主啊，求你固守台湾全地甲其中的众百姓，会当安然行起，全面悔改，成做即世代的见证甲光灯。愿安尼恳求感谢祈祷，拢上主耶稣基督圣名求。就离开伊，约着有顶石头的园，跪落去祈祷，讲：杯啊，你若肯，就将即个杯离开我。独独毋是我的意思，是你的意思就成。
有一个天使对天出现，来壮伊的力。耶稣苦痛到极，祈祷那迫切，伊的肝是亲像大智慧滴落地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为着阮头伫刺皮免流，受苦受批判，为着救赎阮的灵魂，你将阮放杀性命，互定罪是伫价顶。至圣的耶稣，阮感谢你，你用你的宝血。互阮的罪得到赦免，互阮的性命得到自由。主啊，你的疼痛，互阮毋忘。你是阮性命永远的主宰，你互阮无尽的疼甲疗伤。阮要用什么来报答你的恩惠啊？让阮仰望是伫价顶的耶稣。恳求你的圣灵，即时感动阮，请你改变阮的性命，使阮快乐甲智慧，使阮有一群委身奉献的团队，为着主的福音，为着上帝的国度，为着教会的事工，努力打拼，来宣扬。来分享耶稣无比的疼，互阮四周围的人。当阮拄着艰难困苦失志的时，
请你互阮有坚定的信心，尽心尽意尽忠做主的路步，来跑走头前的路。安尼感恩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。阿门。有咧讲的时，有规定人教12个学生中的一个，迄个叫做犹大的，行伫因的头前，问我耶稣要甲伊诊。若是耶稣甲因讲，犹大，你用真喙袂认主吗？固守耶稣的人，使人伊拍伊，按伊的面问伊讲。你着做先知来讲，拍你的是实锤，佮讲济项来亵渎伊。咱做伙来起立来用信息110首，
信主头也打受伤。真侪。做伙来看《路加福音》23章13节到24节。彼拉多调遐祭司头甲有参事的百姓来，对因讲：恁带即个人到我遮，
讲伊是灭血百姓的。你看，我伫恁的面前已经审问伊，总是轮到恁告伊的事，我查伊拢无做，戏律也是安尼，因为有将伊送行咱，也看伊所行无像应该死的事，所以我要拍来讨帮伊。因一直要求讲，着拄起这个人放巴拉巴互阮。这个巴拉巴因为伊伫城内作乱害死人，才怪落架。比拉多爱放耶稣，就甲因讲，若是因叫定伊是个，定伊是个。比拉多第3摆对因讲，是怎样？伊有啥物惊啥物歹？我看伊无一项应该死的罪，所以要拍来讨帮伊。因大声逼切，求定伊伫是一个，因的声较赢。信息积极的听。自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了后，因为罪就互人甲上帝的关系来建立。因为安尼，上帝就差遣祭司伫圣殿来正做百姓，才着献祭流精神的血，就是牛是羊，伫献祭中间来流血，将这个二卵脂肪来烧伫祭坛的顶面。通过这个献祭，望会当互人、互人民甲上帝建立合宜的关系，总是有缘同款，人类伫不断犯罪背逆上帝中间，上帝搁再找先知到伫咱的中间，先知伫遐宣布上帝的审判，伫遐来宣布人着悔改来求近上帝，总是人的心有愿意，无愿意顺服。最后，上帝就亲自差遣伊的囝，道成肉体来到伫世间，成做赎罪羊羔。伊亲自来担当世间人的罪。伫罗马书第3章23节到25节安尼讲，因为世间人拢犯罪，亏欠上帝荣光，总是上帝白马的恩赐。就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互咱甲伊有合宜的关系。上帝牺牲伊的囝耶稣基督，为着咱成做赎罪祭，借着主的死，互咱通过安尼来得到赦免。对安尼，咱知影上帝听向咱世间的人类来显明，这个听。就是牺牲的疼，这个疼就是阿加贝，就是上帝为着疼人，甚至将伊的独生圣囝赏赐予咱，互信伊的人无得灭亡，反倒当得到永远活。搭伫咱的讲台顶头有3幅图，第一幅就是伫咱的倒手边这个所在，就是耶稣抱羊啊。伫路加福音15章，耶稣讲一个譬如，讲有一个雇羊的人有100只羊啊，碰见1只，所以伊就放下99只来敲找迄个失倒的羊，找到的时阵就抱咧伫伊的行程的中间。一只失倒羊是代表你，代表我，咱每一个人。拢离开咱的主，行伫偏差的道路的中间，总是咱的主耶稣来敲找咱。当咱失败的时阵，当咱受伤的时阵，伫咱失丧的时，活伫痛苦的中间的时阵，咱的主就找咱，毋若找到，搁用伊的双手甲咱揽咧，甲咱烧，甲咱疼。伫这个内面。来表明耶稣的疼是长看关心的疼，互咱伫伊的内面得到温暖，
得到赦罪，得到和好，得到和解。第二幅图就是咱伫正面的中间会咱看见的这幅图，就是耶稣带着刺皮来受苦。伫以赛亚书第53章记载，迄位受苦的罗卜，来预表耶稣为着咱世间人来受苦。圣经安尼记载讲，伊是受害，为着咱的罪孽受压伤。因为主的疼，伊受鞭拍，互咱得到医治；因为伊所受的刑罚，互咱得到平安。因为主耶稣的受苦，就互咱搁一摆领受伊的疼伫咱的内面。犯罪人是咱，总是上帝无刑罚咱，反倒当伫耶稣基督的身上来显明上帝公义甲慈爱。第三幅图就是伫耶稣基督迄个上中央迄个所在，耶稣伫十字架顶受钉十字架，流出宝血来完成救赎。受苦的记号就要成做荣耀的记号。十字架的牺牲，互咱看见主耶稣究极的疼，伫咱每一人的生命内面。咱也要将这个疼来分享、来见证，徛起伫咱生活、职场、工作的所在，来见证主的名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耶稣，互阮感受到你的疼，是长阔关心伫阮生命的中间。你亲自成做人，屈家道成肉体，为着要体贴人的罪性甲罪过，为着阮受定伫十字架顶，完成拯救的工作。但愿正受阮的囝儿会当领受这种的恩典甲祝福。伫阮认捌主迄一日，阮的心是充满热情，阮的心是充满意爱，甲人分享拯救的见证。主耶稣，阮恳求你，将阮信主迄个时阵的热情，搁一摆充满阮，互阮若领受对耶稣基督来拯救的恩典，也互阮欢喜为主做见证，将白白所领受的，也白白来分享伫阮的厝边亲人的中间，互阮台湾这个国家，互信主的人日日得到加添。献上阮的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基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今仔属地的教会。咱无分教派，咱同齐甲主三甲齐道。先来兄弟姊妹，请恁注意听，主耶稣对群野人所讲恩典的话。主耶稣讲，今仔劳苦背重担的人，通到我遮来，我要互恁得到安息。主耶稣也讲，我就是活命的饼，到我遮来，的确袂枵。信我的人永远袂喙干。既然被上帝收属我的人，的确到我遮来，我拢无去杀伊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甲恁三甲伫地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请恁注意听，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照保罗所讲的，我当日传互恁的，原是对主所领受的。就是主耶稣受的迄一暝，摕饼祝谢，擘开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牌，恁着安尼行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也同款摕杯讲，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新约。你每一届啉的时，着安尼行来纪念我。你每一届食这个饼，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当主耶稣受的迄一暝，摕饼祝谢，咱伫伊名照伊赎罪款式，咱做伙献上咱的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极大的疼，是落伫正人类的中间。当人背逆、犯罪、离开上帝远远的时，你亲自差遣圣囝耶稣基督来到人的中间。为着阮担当一切罪过，互阮该死的罪，耶稣替阮担当。上帝公义就安尼来显明。毋然呢，上帝你的主爱，常时也时落伫阮这群你所竞选囝儿的中间。昨日还有阮少年2000几年前，主耶稣互人拍受卖。顶十字架，流出宝血，完成救赎。第3日5月，互阮纪念这个赎罪恩典。但阮三甲组织未通过这个圣餐，互阮知主的疼踮伫阮的心内。也搁一摆通过阮认罪悔改，照着这个圣餐，互阮的活命得到更新，互阮搁较疼上帝。搁较疼人，献上阮的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疼咱所拍破的，咱着安尼行来纪念伊。就是拄起世界的罪，上帝有讲，就是拄起世界的罪。
这是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听咱所跑。那每一届行时是纪念伊，咱三角来享受。食了后，主耶稣啊旁边讲，这个杯是用液灰所设立的新约，那每一届行时是纪念伊。这个杯是新约对基督的血所设立的，
咱每一届行的时，是纪念主耶稣的疼，踮伫咱的生命内面，咱做伙来领受。你每一届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，甲恁三甲伫地。咱做伙献上感恩的祈祷。听阮的主耶稣，阮诚心献上阮的感谢，因为你付出代价，受定十字架的苦痛。但愿通得到荣耀的救赎，愿领受这个圣餐，愿知这是培育阮灵魂真实的食物，搁互阮知主你真疼阮，你保守看顾阮，无论阮的人生伫顺境逆境的中间，主啊，你永远甲阮三甲伫地，也互阮明白，原是满有奥妙圣囝身躯的肢体，是你蒙福忠实的信徒，也是你永远国度的后裔。亲爱的主，阮搁一摆感恩的心领受这个圣餐，因国阮的主，你点伫阮的生命内面，互阮活出你的款式。主，你是阮的模样，阮欢喜来跟对。这个是阮也欢喜，搁一摆。将阮家己献做活祭，无论是阮的活命，通成做上帝你的采用；阮的运势，成做教会服侍；阮的金钱，也欢喜参与伫上帝国圣工的路上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当阮领受这个圣餐的时，阮就知主你是葡萄树，阮是树枝。愿袂永远甲你连结，愿会当得到属灵的供应，是遥远屹立的上帝，是阮的主耶稣基督，你袂永远甲阮做伙，也守持阮属灵的气力，通结出圣神的果子，来应当上帝利益之人。愿献上阮的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
这是请咱未办新的奉献，今日特别爱为着上联社会福利园区失智照顾来奉献。即时，请咱额头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你是阮的大牧者，阮是你养饲的羊群，你用无限的疼保护阮，就亲像寒天的太阳，温暖阮的身躯，互阮有够额气力。你也用无限的疼替阮流出宝血，互阮的罪得到洗清，互阮软弱的心得到安慰甲帮助。今日阮相连的兄弟姊妹聚集伫遮，要用感恩的心、忏悔的目屎来大大感谢你、孝念你。主啊，想起阮伫平常的受访，有时可能无够热心，嘛常常袂记你教示阮，毋通用人身份的关系来区别服侍人的态度，也毋通用人有钱无钱来分别咱对人的关心。主啊，伫阮决志献身侍奉时，求你先来叫醒阮，互阮有柔软顺服的心，认真来学习你摕的门徒
洗脚服侍的精神，互阮当成做你下用的器具，成做一生服侍的精兵。天父上帝，阮伫遮做伙决志，接受你的呼召，求你赐阮智慧，赐阮气力，搁较赐阮疼人的心，用安尼会当引带搁较侪人来归向你，延光你的圣名。愿安尼祈求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。阿门。咱起立来吟上吟507首，因光归圣父上帝。请咱用听书单内面的册经文，咱做伙来启用。我要用欢喜的心去听人，尽心尽力尽诚尽意去侍奉上帝。我要学了上帝，服侍见证主的名。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的疼痛，甲圣神的差遣，互恁到伫大角落来荣耀三位上帝名，对担直到永永远远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袂倒。对。